情緒教室，如何處理學校的壓力。Sophia 喺學校有好多功課要做，佢覺得壓力好大啊。但係佢就自己研究咗一啲方法嚟應對呢一啲壓力啦，避免自己做得太辛苦啊。首先，佢會將一個大任務分成小部分，逐一去完成，咁樣就唔會覺得太緊張啦。其次，佢會抽時間做一啲佢鍾意做嘅嘢，譬如係畫畫同埋聽音樂，咁樣可以幫助佢放鬆心情。而最重要嘅呢，就係 Sophia 會同朋友或者家人分享自己嘅感受，咁樣就可以得到佢哋嘅支持同埋鼓勵啦。呢一啲方法都可以幫助佢更好咁樣管理壓力，令到佢嘅校園生活變得更加輕鬆。你哋都可以試下學習咁樣面對壓力啊！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撳2字，或者係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